嗨，各位聽眾，歡迎人到嚟邊呢學見嘅節目，頂一禮拜嘅中秋8月10誒慶祝嘅安怎呢？即係真係月餅無呢？咱會每一個，咱會特別嘉賓講到節物件，特別每到這個 knowledge specialist， 金培歡迎。大家好，我是金培。金培個有另外一間嘅搞姐。微微娃娃歡迎，微娃娃，真冇聲氣，真係得落去。Call drop 哦，我會。哎呦，這首字啊，當個小 drop 片哈。真衰。歡迎，微微娃娃，很 drop 啊，你這裡。OK， 然後我特晚介紹講，特晚不如講8月10個，頂一禮拜8月10個，不如講貴嘛，所以咪是只月餅係咪啊咯？那講到食物件啦，好，我特別貴甲各位邊啲學見誒聽眾介紹，我人頂到講貴要開始做一個新嘅節目呢，我人就是真係要緊要 focus， 要我再講啊。袂干那講關係個即係物件，所以我先咧都無拖別人嘛，所以我就真正想講，我哋叫佢那看真係厲害夠只，佢夠講佢夠夾，佢夠咁夾得別夾邊咧嚟嚇係咪嘅？係咪叫夠咁？佢夠只意思啦，夠夾佢夠咁咯。然後佢夠咁嘅即係邊啲學見嘅人咧，最尾使參加是唔是？對。嗯。我若是有興趣愛參加咧，會使寄 email 互我，還是寄 email 互微微娃娃。嗯。然後這是按照呢我人嘅節目咧，會講關係隻節目，可能我會講唔是講今日介紹隻節目咧，我會講 about 係你樣去食了對來個樣佢哋經驗㗎啦，去錄音嘅經驗係咪咩物件？然後講過了咧是，即係拜山咧，攏聽到即係拜山，攏特別對嚟邊嚟學見，攏當今時聽即出啦嚇，拜夜時聽啦，拜山有經特別對嚟，因為我唱個不得定，我聽到人錄呢，人錄我講下希望我是要叫人聽，講人有聽錄音嚟講下，尤其是係你拜山即係談隻頭一出嚟啊！現在被請 headphones 聽咋？請 headphones 聽咯，你阿威爸話你做嗰時，你請 headphones 聽也冇響啊 ，because stereo 係啊。伊 stereo 係哈，你會感覺就講伊上家是到你身邊啊。對咯。現場啊。哈，對，成個現掉，你成個你借掉到啲到頂面，嚇你知啊？嗯。哈。แล้ว所以就ไป講嗰陣時講人注意聽，即係拜山到對嚟邊嚟學見到咁嘅幫也會聽呢，還是你那時到啲 iTunes 就會 subscribe iTunes， แล้ว廣告去訂啫，邊嚟學見到廣告。又你。我定得未記啊，這個字60打落，因為未記跟人講邊嚟學見到咁嘅幫也佢哋廣告先訂啫啦嚇，支持邊嚟學見。那時我被講咩啊？你講係咪？我會講拜山聽。拜山到底嚟聽，邊嚟學見？即係頭一出談隻係是呢是，按照我聽到一個，即係微微娃娃位。冇啊，我用隻 earphone 嘛。唔是話。嗰陣聽到。然後 anyway， 人講，呀，我聽到一個。冇喎，我這邊。我有聽到 echo，但係唔是話，我你聽到就是微微娃娃咯。是咩？冇啦。啊，做我哋。OK， 然後拜山是攏到對嚟邊咧跟聽即談隻頭一出嘅時呢，我人就被落一記請 headphone 聽，伊個效果無像，伊效無像，較驚淡薄，成個食你食嘛有薰嘅可能。較驚。較痛淡薄。你有特別我講聽地好笑，得住筆啊！我聽到我笑到要死嘅就是啊！我到我得行到啲我做 office 行出去咋，然後開會嗰時候聽到咁會講一句，哎呀
伊講要夾，我咪講這時出來，所人家去，到等於禮拜三時間來聽。你咪是講 B B 爸爸咪是會食咯，你講來啦，我甲你夾，甲你夾下，你咪是夾咪。一關事了。我唱到要死，我聽到啦。嚇？考學哪件嚇？OK，好好，學哪件？喂，我未記起啊，我講下咪。不要緊，那個拜三時來聽咯，好啦，拜三時來聽。我知啊。誒，學哪件係 Skype 名？甲我講下 first letter 係咪 G 啊，咩鬼嘅？哦，冇，唔是。G 啊。GB。GP。啊，對。first letter 嘛。我 OK 看到。你咪是講到係是 OK，咱當然咱未開始我未講咱拜三到底嚟聽這物件就是最吹到這OK，咱介紹下這個禮拜咱去當咱做節目去做談節嘅時候，邊個見談節嘅時去搭落位去搭一家食咩物件？我係去北海食，食這個肉骨茶。安尼咯，搭一間啊！唔是等你人嚟聽咩？冇，你講搭一間不要緊誒。OK。Raja Udai。係咪Raja Udai？Raja Udai。Raja Udai 唔是頂到講去食螺呀？對。粿條咯。哦，咱落去這個河南間別湯位。落去係咪有去叫王呀 ？After that， 冇啦。真無斷來去。我頂到去食咯，是我食咗一頭去咩？係你食應該落地嘛，坐落去嘛。差唔多啊，叫王呀，差唔多係舊本咯，嗬。Yes。嚇，你 OK，就我哋講，就烏啦白骨茶。是quite出名本嚟咯。啷就想出來呢？就想出來誒。冇其實是安尼款，本來咱是愛去一個位置啊。了你吼，發現咧講啊吼，哎呀，成無咪特別安尼款。了，到尾也是個在轉位哦。我在要見到吹位嚇是，要見是愛。even 都冇特別本好嚇，我係講話下面嘅下面數好食，下面數兩件食啦，係咪？就是無蝦米特別好食咯，我人特別去嘅位嚇。你特別去嚇，我特別去吹下 ，because 啷所嚟講係錄別講冇通講字嘛。是咯。แล้ว特別我被問啷，我再講啷去教下邊嘅時啷個講到伊聽到，啷這邊是要拜三要到對嚟聽呢？你拜三到對嚟聽下，當叫我啷講嘅物件嗰是。過後咧係嘛？但是講拜三咯，到底嚟聽，成個人聽到 live 嘅，看就聽到你現場啦 ，RD 嘟嚟去係拖名字啊呢，你都睇聽到伊 live 嘅聲個了，是咯，了我弟弟聽到微微媽媽講，阿 John 啦，阿 John 成個講緊我啦，哎特別，你是笑掉我嚇？愛提醒你講啊，我話有物件好食，你無通食。喲，得衰，別個我那三天啦，當劍。你看到係你小英哦。誒，我講聽，我看到上到啲 Facebook 位，特別你講最翕小英嘅，隔離小英嚇，會使叫啊，什麼 upload。會使。特別叫金培咯。嚇，你幾條啊？我係幾條了咯。幾條啊？會使去 Facebook download 嘛，或放個細號咯。而家稍微較大嘛，一發。你食大嘛，無夠大，咩係你 resolution 食慣嘅你就。冇 Facebook resolution 是淡淡，我只 upload 去 Facebook 啊。發I keep Facebook 喺度夾嘢。是。compress 佢啊嚇。哦，對好對。所以你使 either upload 好啊，還是 email 好啊，成咗啦。OK。แล้วว่าปังตัวที่ว่า Flickr 嘅 page 咯。แล้ว下頭小英會就好看，所以我特別去到啲，我那時講你夾好啊咧，是我到啲你邊啲學見嘅朋友一頭 link 去小英啊。對。
不但是，แล้วนี่了未？在แล้ว好無啦都講，無，我是未看，人不到有我呢個想到第二位也是要叫這個聽眾 suggest 看，到底有好食物件。OK，แล้วนี่บารู้นี่เขาว่าจะไอ้講啦，เขา就是講นี่ว่าจะช่วย到這個food blogger 咯。แล้ว這個 food blogger นี่เขา是 OK 啦，快出名本啦。แล้ว舊時นี่เขา兩夫婦的，兩紅包對嚇，no 紅包誒，แล้ว舊時นี่อีแต่參人就係企在一床咯。好 because อี來個 pro 嘛แล้ว啱好咧嗬，伊人本時愛做一個伊人嘅 blog 同佢本時愛寫條淡薄是講 about 人伊愛找到對古早嘅安怎講古早嘅食。笑，成個什麼他們要失傳呢物件，可能成個失傳呢，成個要 propose 成個係咪杜瓜米粉啊，成咪鬼安尼講啊是隻芋頭米粉，未必是無咪人知，係咪是芋頭杜瓜，這個茶米台吧，就是哦，然後所以呢，粿接本上，所以舊時呢，嗬，就是個看伊。你使叫伊，咱使學伊 link，若是要放到啲人網絡嘅時候，使知道到伊放出來，樣免過來聽啦，特別伊使到啲伊也website聽咯。會使。好啊，好 good idea 好。特別呢，若是各位聽眾，若是各位有興趣，再講搭一個搭一位嘅用豆腐食好食啊！啥物好？你要介紹吼，即個本來福建誒談食誒，即個有落幾個了聽食你就啲即 comment 會寫吼咯，樣放擺三放出 episode 是寫嚇，有時往個去看，有時寫起來會記掉到咯。有見到別講到一格，又唔是講嚇，到落迄個到用豆腐好食，就別講到一間到一格。你感覺係咪就好食？第一項呢，就是你人會參加樣咯，若是 arrange 帶咩事，攞嚟參加樣去落更加好。特別我俾梅郎啊，人感覺到人到去落做人喺錄音嘅時有蝦米件，有拄到蝦米物件誒問題，還是被不到被 improve 被進步呢？我聽到就是講了是無咪再講下頭一項物件就是講愛克服嘅就是講。聲有當時上大咯，做位邊嘅聲，咁了上大聲係 cover，我冇 compress，特別問題是伊嘅聲 cover 掉我人講話嘅聲，所以這位吼 actually 是我有割掉了嘛，對，比較上細聲了聽無，安尼款，แล้ว所以一般做成日講聽了等下人講話大細聲安尼款。係你是只坎坷咯。你拉薩你做教俾啫，就是盡量講話是特別。盡量啦，真係。咱未講。等陣我被 cancel，鏡配我 cancel 係 upload 你當今做嗰個 connection 冇水去講話。cancel 係咪？OK。我 cancel。OK，我 send 擺面好咯。แล้ว小英OK，แล้วเรามาสิ迄個錄音誒，你啦，特別我是自家聽人誒鏗那款。叫特別有當時伊誒邊啊聲，我可能講話聲大聲哦。好是啊。變做你個嘅聲。特別你應該看你 position 的嘛，你咪安怎嘅嘛，你咪開上 sensitive，你咪開上 sensitive，你隨嘢看，我那個講咯。所以你邊啱未聽到人嘅聲，特別無成個你喙較晏係咪啦？是講你開上 sensitive，你較我講伊個上大聲，或者上個破，然後邊一個 pick up 就一人講話聲，所以你咪開你 mid range 就係開較 low sensitivity 一個講咯。咱若是有時間人俾落喺你成日講，但我聽到人落一度物件，所以你使去每開較 sensitive 時，hand 伊 microphone， 我伊 prepare food 有呀，突安尼時候我聽到啊，喺呢度好聽。即係切物件啊、曲物件啊，來看 order 啊，可能聲就真好聽。是咯。然後個有一項就是講，無啦 ，because 頭
頭一刀嘛，แล้วเราก็冇มี會曉講安怎去講 about 伊 food 啦，啊是伊係咪安尼款咗。So that day 是我有 interview 一個老 can food blogger，แล้ว有教人歸納招咯，แล้ว到時下啦啊個會再講下啦，應該是安怎講咯。哦，所以頭一就聽第二出，不打佢都對嚟聽較濟，係你個進步啦嚇。意思就係講講 about 安怎講 about 伊 texture 啦，對，樣行㗎了。แล้วbecause 生啊冇做過嘛，所以頭你是點講？好涼咯，好涼咯，阿莊冇客隻，好涼。就是安尼了咯，我以後講就是好了了。原來是講after 有講出來啊，嗬咧。特別有講就講即個伊個得一個伊有咧包括第一卡伊湯成個可能講伊湯有較淡色淡薄人可能下伊比賽可能。等陣安怎伊無起來可能驚？伊怕袂湯嘅，我食袂湯嘅。好嘅時嘛。然後伊有講安怎伊比賽安怎較淡味啊，伊比較係你吉隆坡誒包括第嚟邊啦。然後伊講伊食無像，所以有見特別 describe 伊食伊嘅款是安怎款嘅，伊嘅無像嘅 variety 我聽咁朋友講嘛，你女骨嘅啊，你物件，我是個食粉腸嘅，攏好粉腸嘅。我無是個食，你無是個食白來馬仔，我是個食粉腸。未曉食。有，不到對起先啦。食地下路。不，買人絕對你要食晒啊！我一分錢唔是成個嘥，你看到嗬？我被變嘥噶嘛是？我有我喺學路啦，好。Yeah， 咪。Yeah， 阿 John didn't call me 啊，住講。我 call 你，我直接 try to connect it 別通。GB 多咪喎。那是啊，那我當 connecting 咯，冇看到啊 ，screen 嚟。啊。What did you try to connect it? Did it fail? แล้วลอง just ringing อ่ะอีกกี่บอก accept ก็บอก可以試兩面通啊可能幾可能มัน是另外一間ทำ只member ต่อไป叫佢อีต่อไปลองต่อไป叫佢เป๊ะ啊ลอง啥啦เป๊ะ我對佢時或者我對佢本來嘅時候我咪落戰只接啊嗬ทำ只啊有爽我真係夠講嘅 especially in English 好嘅話可能我冇咩講特別我講 food 裏面嘅 English 我真係夠講嘅但係我就見聽攏就是可能即係講 describe food OK แล้วลอง講下你ลอง去食時頂住攏冇講到嘛講下再比賽你嘛係所以攏未聽講你現條個一百攏咪講隔了可能聽所以攏拜三個都對嚟聽啦แล้ว你攏當今講看嗰邊特別物件係咪呢？係個山東係咪叫山東啊？山東巴古地。山東巴古地到啲 Raja Uda 嘅。係咪物件特別呢？我有炸過哦。有，你特別梅，你特別叫一個甘培介紹嘅。甘培走去大陸啊！甘培你走去夾麥下。你冇聽到我講話咩 ？Hello， 你會，但係你會。聽到。你但係走去夾麥下。我劍掉去數啦。未計感覺冇聲出，了。好難呀！了，講潮一個幾個爽。你廿歲啊，你去食咁爛嘅女骨嚇。這是啊？對呀，這是冇骨嘅，OK。女骨啊，女骨。伊個湯好料咯，結咯，伊個湯夠結夠香咯。就是一個咩 make OK，we will 你你講係咪夠香？伊個湯很濃啊，很濃縮真結啊！你冇成日我哋北骨樣嘅湯啊，你夾水夾到清清嘅嚟款嗬，伊個無伊是結嚟。
然後伊本無鹹攝，我成日攏愛加湯又加後攏愛加湯又加後攏，我有咧捌佫帶下，你加加湯誒，甲你講吼，買加湯誒好類哦，是安怎啊？無免加一個賣哦。哈哈哈！你攏有叫捌佫有叫油炸粿哦？有。แล้ว油炸粿呢อุ่นน่ะ迄是提乳食誒哈，對。แล้ว攏有叫拌，我聽講攏拌料啊是哦。哈，因為我去時應該是那個。比如話個8點嚟翻8點半嚟翻哦。為我走去啊，為我走去拍電話。你不要問啊，真係咧，我那驚落地啊，當然。我驚。啊，咱去嘅時啊個點啊8點嚟翻哦，咱搞迄邊嘅時。咱搞啊邊8點30嚟字翻咯。哈，8點30字嘅拌料啊。哦。所以是無很食學拌嗰個。所以你是講攏未開，攏是拜幾期？弟弟是拜過，拜過是拜四，拜過，拜過，我對係拜過拜過。所以那是講攏未去食，伊拌是學拌還是白拌？要白拌甲學拌有呢。特別料誒是學拌啊。我是叫學拌咯，所以咱就是講拜個名，尤其是拜個可能濟人數，拜個就是講咱要食嘅時候，特別較早就冇去啊。學拌。你有聽嘛？我聽這番啊，有烘梅一樣嘅，伊頭家所食嘛，佢哋嘛好咯，係一擺。番啊驚啦，唔是番啊，番啊冇去。番啊驚，番啊個食法個第一次。番啊驚。啊！你我聽到你烘梅嘛，所以嘛是，係一擺好咯，免講咪咱較時時，啊，甲聽講個拜山個都對來聽。你不知係先攞做，佢食飽時，我是要做幾一出，你看你本來學嘅，所以讓會講實。After show 人無講對物件，人未講物件，人才講。嗰陣時間聽講個就去聽人很屌嘅聲啦，很。然後北京係咪物件咧？北京係咪物件到底喺邊？看口包。有問題啦，北京。tips 啊，我是講 tips，俾人講下，但是講聽講聽到要去來講下，你就俾人講下，你要安怎，你要食，你要去喺邊食呢？你對到位開用北京，你看到位特別成百下，你看到物件啦，是要 order 物件，安怎食是有啥物件啊 tip 好啦，即個咱聽講要去食人。講下。北京是無講正坎坷北啦。北京是未坎坷北，因為馬路邊啊，伊有店厝啊嘛，店厝頭頭有北京lot嘛，所以車使北京邊咯。唔是，金配唔是 ，because 番啊驚有換車數，所以北京甲應。讓我就番啊驚去，番我啊金配比較白啊咧，曬北京嘅嗬。拍超落伊。番啊驚做 driver。番啊驚做 driver。都唔知都在我係啦。我在嘛，咁難在路嘛，我在未必我話樣嘛。哦。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ก็แล้วรู้ไป講話其他嚟方便北京安怎特別係可能 expect 啊，咱聽講 expectation 啊無講再講安怎？你若是講你再講嘢位嚟講是啲到落位度較明白咯，因為我無咪清楚伊 GPRS 係迄個位啊，係 GPRS GPRS 啊小雨我講有咩 GPS 啊咩嘢？GPS 哦，GPS，你驚了後，你把佢第個計隻 R 出來。冇 GPRS 係你電話還是 GPRS？啊，對。你對驚有 number 嘅嘛？我唔係你看到人講錯，唔是，我是講你對 GPS 驚嚇。啊，對。要自己敏感，自己敏感。真衰嘅咯，所以你除咗講麥克定除北京咯，有得是食夠咧，我教到講食。你咪講，那些當然人未知，我未去咧，安怎去啊？阿咪，Raja 為咗得一格啊，你咪特別講講下再去。我不是教 tax，Raja 咧個就勁教 tax 咧，我不是教 tax 準。伊是 after RU 嘅 food court，Raja 有得 food court，隔幾兩步。then 可以是 at the left hand side 咯 ，because right hand side 是 RU 嘅 food court 嘛，隔幾兩步靠 tax 係幫嘅對面嘅。特別我聽啦嚇，我聽啦食啦嚇，有你講我聽啦，我是成日會食，本來我不到對時候特別到對去。會使冇問題。不到對來是咁配啊，咱特別若是講我對去10日嚟講，特別拍啲特別食5日。
哇，那错话哦。啊，做只去啊？还没错路，错路做包啊？嗰時冇人嗌啊！不要他們嗌我。你免食個料，未食咩食攞脆成個碗嚟，看我唔是走氹食個當劍，係咪咪叫本食是講食冇得正啊咯？個被打鼾條是唔是被打鼾 ？No。No。一件咁難破未起伊。แล้วหัวหน้าแก่หัวหน้าแก่ว่าไม่รู้ลูกขี้กับเขาไม่เจ้าสิลูกกำกับเดียวเขาไม่มีแก่แต่มากำพูดก้องนำไปลูกก็เจ้าอีแต่เป็ดมีแก่สิทำมินี่เจราชอุดาตอง Actually 我是家姐是學半咯，but 啲樣其實因為伊學半無啊嘛。嚇，ลูกสิบ้าขี้鬼啊，唔會定到？唔 first time 去。哦，所以ลูก冇睇到注意到伊學半個啦。啊對。แล้ว but 我兼做啲物件，我哋家姐物件咯。係咪歡場？唔是，杜闊。呀，我唔敢食杜闊，有杜闊嘅咩？啊？有杜闊嘅啊？有杜闊嘅，杜闊我唔敢食乜。伊有杜尾甲杜闊嘅。杜尾我敢食，特別杜闊我唔敢食。啊。杜闊嘅面怎係講話？唔是山東嘅啦，人哋有講叫。超錯淡薄嘅。講咧即係幾關嘅啲數淡薄翻嚟。哦，幾關係幾關我講家姐啊。幾關嗰隻。你識幾關？有毒嘅咩？咁去？唔是，一隻有作用哦。有作用，我真未知啊！你生嘅一粒呀？你咪是只杜甫，你咪是只葡萄呢？會啲，你會啲咪只葡萄一個啊？個。幾個？啊，殺葡萄呢？安怎無阿咪有？你是安怎伊 texture 咧？講我聽 texture 是伊加落去，安怎是唔是 QQ 成個啲白丸啊？呢？成個糊丸啊？呢？一上糊丸，特別意思上啊，你就係講台灣嘅香腸爹哦。唔知。台灣香腸爹咪成日去。成日去落班打食到迄種誒。哦，實落嘅時候係啊。係，是圓嘅款誒。QQ 呢？QQ 啊。啊 ，Q 啲。哦，我冇食過，特別有賣啦，平時。我唔知哦，first time 我去有電子門伊無。哦。我今日白海較少啊，啲物件。แล้ว特別ลองทำลองกันแล้ว唔食白嚟咩ลองกันแล้วอาจจะว่าคนนั้นกินสิ食白嚟本嚟哪係我食只，我食白嚟。แล้ว特別伊人唔敢叫，因為我聽人講買隻。有叫啊。有。哦，你叫下，講我聽。我只將你食咧。即係講我聽下面食白嚟，我冇時間食白嚟，我冇佢哪行物件。白嚟好，即係伊嘅粉腸咯，因為粉腸有咧有味素嘅嘛。如果我叫佢食粉腸。啊，特別伊嘅都冇味素嘅，伊味素係較少。哦，死嘅就係清啊。啊。伊唔講死嘅，伊still 有伊粉嘅裏邊咯。特別伊味素冇得當。掉嘅嘛。啊，伊味素冇得當。所以冇粉個啦。啊 ，still 粉啊冇。啊，好似我嘅食粉，特別我唔知加食，我成菇冇食，咪我食菇冇食，我唔知我加食啦。你行了，你講聽過白米嘅白嚟，你個 order 係咪？白嚟話粉腸有咯，定係 order。啊。我看甲包括第粉腸是只common，I mean 只好 combination 咯。有，好了。有。講我讀見多有。係咯，我咪想，係咪咁配？我不要食咧。你不要食粉腸啊？然後你去那邊，我你第一件食係咪物件呢？哦，金針菇。哦，order 掉。對，哎呀，你我第一食嘅食嘅，你講。金針菇嚇。我安尼款嘅食，我冇食噶。哦。咁啦，自己定面頭整一碗就咁食啊嚇。啊，對。八條你冇食杜尾啊？杜尾有一個咩？誒，杜尾有一碗咩？冇一碗喎，哦，你是一碗咧，成個古靈湯咧，梗係減掉下。想話蘑菇嘛是想有一粒會得個一支，金針菇嘛是一粒個一支嚇。咁了個嘛真呢？對。了 OK，了講睇係咪數好食呢？金針菇。潤咯，都夾其實有想迄種。走嚟走去呢。真油精啊，嚇對。哦，你伊金針菇是青嘅是罐頭嘅？罐頭嘅本
罐頭嗰是青嘅，我哪驚？我未記得喎。一包嘅。哦，一包嘅。一包咪是青嘅咯，青嘅，你意思掺落去伊湯嘅尖條是喺度啲邊一喺度湯。係啲面頂，係啲地滾。哦。所以伊會燒咗淡薄咧，伊食基本啊，伊係嚇你。你都個叫辣咗去啊，辣咗去湯嚟啊，即殺係食嘅。冇係啲白啊，係長長一個係劍針菇嘛，成個葉嘛。所以諗住係時可能你係切伊嘅劍針菇落去啊，因為中間搭邊一番咯。嚇，但係啷定住啷落鹽先咯，講到係你啊，係咪就不啷很少係咩物件係本條，所以特別舉去聽嚇，特別舉去聽，即擺三到底嚟聽，你但是講啷那是唔是特禮拜一聽呢？啷係使到底去邊咧學緊.com 嘅榜嘢，一出嘅貴，一出嘅上次禮拜我哋幫讓探只去食山東巴骨地，係只 episode。咁咪上啷俾到底嚟當點講咧？係咪是個俾到啲聽咧？啷去聽時聽到樣現場嘅，樣錄音，樣一頭嘅 record 佢咪錄音聽到伊聲，咁了樣嘅視頻背腔，咁了會聽到伊嘅聲，咁了真係好聽。你聽就是只搖咯。因為講到要去食嘅時候，特別去Raja Uda高德石對面山東巴骨地去食，然後要較早去叫做鵝飯，你知冇？你講咪叫包槍哦？佢叫伊個啥 side dishes 那款咯。個 side dishes 啊？伊有幾拿嚟啥？比方食嗰啲沙比豆腐啊，跟鹹糊豆腐啊。即係鹹糊豆腐，阮袂歹食，是講我做嚟嗰啲時，我袂講，實家你叫兩三項豆腐嘅款食嘛，會變到太濟過頭啊，對不對？所以但是講讓有去聽眾，但是講去嚟講有興趣食伊嘅鹹糊豆腐，阮袂歹食哦，伊嘅味素是有淡薄像南乳嘅味素啊，那款鹹香那款袂歹食。鹹香，你伊個即個豆，你三味你是唔是鹹水甜嘅？伊是甜啊，吼咧，伊淋薄成啊，是唔是甜甜落落安尼？哈。對，伊是太sauce嘅款咧，又係你滇門東西，因為伊滇門真脆嘛，所以你加插水甜嘅加插，好食哦，伊是 mix 起來嘅款，加到只係真好食。你個係咪八項 side dishes 咧？八項物件通叫你除了你巴骨地。做兩項我咧成時個。出名嘅兩項啊，要菜嘛，我聽講。油菜是真 common 嘅啦。油菜係白糊嘅定面。淡薄。不打對。不打對佢嘅。咁而係講嘅豆是較出名啊，因為油菜是講是只較泡湯嘅對。所以佢伊樣出名嘅是伊嘅豆腐啦，所以我不打其實使叫豆腐。要我愛，我更驚食，同佢講要啊，你。即係可能今日有係咪叫包槍我俾講嚇，聽講做咩事？聽咧邊咧學嘅聽講拜山特別對嚟聽講浪現場嘅錄音。因為我現場錄音個大白淡薄咯，係你是聽到邊啊，輕空物件本啊淡薄啦。แล้วก็ลูก嘅頭家所講話，แล้วลูกก็即係甘培個架會話話嘅一支，แล้ว是個劍嘅一支，แล้ว因為魚無話一支啊，真正請到魚麼？係啦，都唔請啊？我打我鳥咯。啷到別對來拜山，是對來聽看，樣請到劍一支係咪物件？啷特別即拜山對來了聽注意聽，邊嚟學見探隻頭一節。แล้วลูกหลานก็ปัดดาวน่ะสิ講個有係咪物件有係咪為還是興趣食係咪物件？免講是按咱食一頓飯啦，先講你再講得一單羅食啊，好食，攏要使去面落嘅嘛。所以若是講要學往即個探食誒，即陣探食幾年，咁了要去出去邊嚟學邊嚟嘅邊嚟嘅保育咩使啦？可能就是講探食嚟講。那使去無相為食，但是講到有會 suggest 學往咁意見啦。講你使去邊啲學見.com 嘅網頁，還是寄去 online@gmail.com ONGLINE@gmail.com， 還是去邊啲學見.com 嘅網頁聽出邊。唔會使去 Facebook 嘅版本啊，我當 Facebook 有我嘅 page 本是 facebook.com/邊啲學見，還是邊啲學見.com/Facebook 咩使？
所以咱使去甲邊咧Facebook 咱有3,000幾人啊同 game。快哦！嚇物件？嚇快哦！所以若是講咱有興趣要參加 suggestion 咧，咱會使去。我不知咱這邊咧福建嘅Facebook 嘅 page 有 notes 嘛係啊，伊 tab 會頂面啊。你是去 notes 會，裡面我咪是有往時我係講被不。note 是 discussion 嚟 ，discussion 嚟，我是叫人 suggest topic 嘅嘛，所以咱使去 create 一新嘅 section 下，邊是，佢人 suggest 得落位去食咯，嗬。會使本啊，會使本。像樣，若是講，咱今日就講啊，成徛狀聽吼，今日講到落位啊，好食啊，特別無咩人知，攏會使 promote 咯，對唔對？對。有陣時咱大集啊，咱落有陣時咱係講，哎呦，唔知到落有好料物件食啊嘛。所以 if 你聽上你有 promote，往會使去 try 吼，往會使介紹更加濟人去食嘛。對。了OK 啦，咱這禮拜來講個一邊啦，暫時。了，冇人下啲禮拜咧就過來都對來聽另外一邊咧福建嘅平常嘅節目，唔是談節嘅節目，若是講但談節嘅節目，咱嚟再講啦，都對來下禮拜入面有可以見到人自家食嘅物件。OK，這禮拜我要食，我想我要吹下你，我要食啲豬腸粥。哦，豬腸粥，別派食牛奶呢？牛奶呢？我想捌啊。牛奶我講嘅唔是牛奶，我講嘅是關於對面呢。特別咱會使 ，even 咱若是講咱去挪威本遐，咱會使，咱講啦，compare 咱會使一邊食啊，走去遐邊食，看到你知啊？好，我要食。到時特別講嘅小廣告類本呀。係咯，對。唔係啦，小廣告啊，咱別呢 honest。John，OK，你而家都講啲山東北地頭嘅數啊，伊之前成日講係小女嘅咯。成日講小女。之前係做 interview，伊成日講係阿賢咯，可能係小女嘅咯。伊是係咪小女？伊成日講路人會介拍廣告嚇。interview 伊介想拍廣告咩啊？介小女啊，我冇小女白當我食較早是介講，我這是啷介講，即係韓國講邊咧福建嚇，唔知講個頭。你講這是邊咧福建？談只節目，你講這是 show 嚟的 internet 嘅 radio 你講嚇。你是你講講，我諗無少你，我只是自己出嚟嚟食，特別我是要介紹邊咧好食嘅物件，可能，所以你 feel 到樣較俗啫。然後可能可能 get free 嘅嘢，我可能都 free 豆腐。free 湯啦，free 湯。free 湯啊，free 湯咁啦，唔是談。好啦，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啦，這禮拜我可能會記拜三，都對嚟聽 live 嘅 recording，好你準備看一樣嘅去聽係聲是安怎嘅然後是佢講到嘅物件咧，是到底很屌嘅時間講到嘅物件咯，會記到嚟聽拜三，各位聽眾，然後我特別嘅邊啲 video 我走出去揾啦，然後個有我換下鏡加撳配啊，感謝。然後你在這個啦撳配嘅換下鏡加 video 我是為咗邊啲福建嘅聽眾背嘅。哇！我嘅胃大呢，我今日屌。你就是胃大嘅背咯，你胃無大乜咧？只係老人家啊。但係叫你食嗰個河膠，你係咩對嚟？你唔是胃大，唔是胃大，你胃大啊！你胃只大，嗰只路就只。個內嘅人嗰就係這裡。佢客人特別冇出聲。有啦，咁難。出聲。咁你幾隻啊？冇出聲。我琴日講人家嗰隨嗰家姐人入嚟咯。你使。係少啊。你有冇講做咩事冇做邊啲福建嘅 T-shirt 哦？咁。愛做咧，愛做咧。哦呀！對，頂住你是梅花，頂住你梅花你發。OK，讓我人做下。對，愛做啊，係咪？那個姐姐我嘅做姐姐物件，maybe 是只tag啊，所以我去做 recording 嘅時啊，人會捌掉嘅款咯。你想頂住 recording 嘅時候，我講嘅時候，人無咩知嘅款咯。對啦，邊啲福建人呢冇出名。人做吼，互人知。maybe 咱伊並 recording 過，互人使互人淡薄 give 嘅款啦 ，as a promote 嘅款啦。是我甲為咗嗰啲 discuss 了。好啦，感謝咯，你作先嘅話宣傳。แล้วปัจจุบันว่าตุ้ยคือสิ่งสูงฮะบองเลยจัน
嚇？係咪學哪嘅？學哪嘅都冇被數啊？วิว叫ลูก call 唔知 Mr 咩哦？得咯。叫 call 伊啊，call 伊嚇。伊冇嘢啊，叫 call Mr。Mr. Miss 個頭。唔係就係先 ask John call Mr。Mr. Mr. 微微我話過。哇！成個講，你會去做下間先生嚇？我 call me 咁哦。Me 呀，其實 Mr. M.E. 佢的 M.R. 呀。笑人。呢度是到底 iPhone 啊，當然。Hello，sorry。Call Mr. 安怎最近點lag嘅嚇，即係 iPhone。係咪 lag 咯，伊成日講伊 crash，伊只用 crash 掉把你 program 那款。你 software update 未？4.2、4.1。4.1呢update 應該係嘛？你是你 Skype 呀，還是你平時 phone？冇我 Skype 咯，Skype 咯。Skype 你嘅 Skype 特別 update 咧。唉，兩下。兩張下了，我講了，我笑打。哪嚟講？太笑打。你就是叫你8點來無學半咯。Sorry，OK，แล้ว我係交啦，嗬 ，from 頭先落音會㗎，當見會無聊。我個仔都冇啲。哎呦，咁唔知是差咩數？唔知是唔是看到？So another thing is so 話你recording 入面是叫談節啊 confirm 啦。談節了。แล้วนี่我談節啦，即是邊啲學嘅談節，แล้ว路人咧，你去錄音人叫做邊啲學嘅嚟談節句。談節句 number 1 number 2。嚇，兩個咧是談節句啦，แล้ว談節是一隻幕嘅 show 都叫做邊啲學嘅談節。拉做 T-shirt 嘅。對，就你兩個講啦。OK 好嘅。然後那是聽講攏買 T-shirt 嚟講攏買使買。แล้ว情調期哦，แล้ว阿到有 event 啊，是阮情調嘅那款期哦，變嚟學緊嘅 event。有係水水嘅嚇，攏咩做下 T-shirt 做下情一衫嘅啊。如果係發過單啊，係咩嘅？冰嘅。冰嘅啊，我就係你大門嘅咧上嘅。哇！喲，爽！แล้ว我個情 roller skate 都係咪得？去試下先。我去試下先。情嚇？冇 design 咯，係咪 T-shirt？我唔知有帶嘛，你 design 我看我見。所以話你所以你揾你成 involve 掉往做這啲件嘛？係使本係使，你 design 咯，你見下往家 design discuss 一個好佬仔咯。係使。design，阿 John design 下。別人咩使 design 啊？咩我 design，我唔知有帶。冇就是隔了聽講 design，你過來 vote，過來做所本係使本。OK。你分數啦。就design 咧，其實 upload 去 Facebook 咯，你看到濟人去 vote 咧，人家嚟看 average 多少點。對，我再講邊咧學嘅只 designer 本嚟嘛，所以咪所以使看，若是自己興趣，係咪去教人講者，然後把打好可能解決到時咯，當到線裏邊咧學嘅 T-shirt 咧係。merchandising 哎呦好啊把打เราไป做 live show 特別 traveling 嘅去不上嘅喺國家可能去做เป็น學嘅旅行團旅行團很屌落音嘅啦含集團其實最近我本時夾做那款很屌落音去啊係咯I mean 講夾條 record 那款要人啊到去你 cafe 嗰款借條講係我就是為咗做你較借你可能接駁啦就是講我未興趣聽 vivo 我自己接駁咧就使去 lonelyglass.com 對直接呢這禮拜呢是迄個哎呦頂一禮拜啊 sorry 頂一隻股嘅禮拜呢是這個阿邊啊阿邊阿嬤แล้ว伊是特別伊是用華語啦嚇，華語嘅嚇，你都會使聽講伊安怎用華語，伊華語好嘅話，好似我咁唔知啊，定住咱做佢哋錄音時，佢叫我講佢格，伊個夠講嘅話，就是咯，很小下的，很小下的咯。我係華語，
好啦，那小蛋啦，那禮拜過來再跟各位聽講，你讓聽，但是講要接要落直接要留掉嚇，佢我講講咩話題先 ，OK， 讓你一記這個禮拜到底嚟聽，我讓特別嘉賓教我哋幾隻談隻，幾出去個後邊咧學緊談隻錄音現場嘅錄音隻巴古達山東巴古達到啲拉扎烏達搞得是對面。有一隻巴古達 ，OK， 那是要見咩隻哦，半呢特別較早同埋去感謝佢聽小小聽，你拜來再見，各位，拜拜。